我们的身体里藏着一个最会装傻的器官，它可以在功能被摧毁将近80%之前，不发出一丝一毫的警报。等到你开始觉得腰酸、疲惫、水肿的时候，一切可能都已经台湾了。甚至要面临每个礼拜跑医院去牺牲的悲惨命运。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根据医学统计，我们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就可能有一个他的肾脏正在悄悄地走向衰竭。而这背后最大的凶手，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但是请不要害怕，今天我将用接下来的10几分钟，彻底解开这个银行杀手的真面目。更重要的是，我会为你详细介绍3种被顶尖科学研究证实，看成天然吸吮肌的超级水果。我还会教给你一套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告诉你如何正确的使用它们，来帮助你的肾脏排出积存了10年、20年的陈年毒素，让你的肾功能重新恢复活力，彻底远离牺牲的巨大威胁。先等一下，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请先点击订阅键并开启通知，因为在这里我们解释没人愿意谈论的真相。我也希望知道您是否愿意与我同心。如果您正观看这段影片也感同身受，请在留言区输入1，若不然则输入0。若您也受类似疾病的困扰，请在留言区留言，我将尽力恢复您的问题。好，我们正式开始。首先，你有没有想过肾脏到底有多重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身体里一座最精密的超级精水工厂，宽腹带一个中央排程中心。这座工厂每天24小时不休息，要过滤和清洁将近2000加仑的血液，这相当于是通通装睡那么多。它把血液里的废物、毒素、多余的水分变成尿液排出去，再把干净的沙液送回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它环视各种排程官，负责调节我们的血压，平衡体内的电解质，设置分泌重要的荷尔蒙来刺激骨髓，制造红血球。可以说，肾脏的健康直接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品质。但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肾脏实在是太能认了。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美国肾脏病基金会发布过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高达8/7/8的慢性肾病患者，在他们的肾功能已经出现明确损伤的早期，根本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他们照常吃饭、睡觉、工作，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内部正在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等到水肿、贫血、恶心呕吐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往往已经进展到了末期。超过一般的人，最终都必须走上牺牲或是换肾这条路。你可能会问，好好的肾脏怎么会坏掉呢？其实答案就藏在我们的日常3餐和生活习惯里。你是不是觉得菜不够，鲜就不好吃，炒菜、喝汤都要多放一点盐？你是不是特别爱喝那些天天的含糖饮料、手摇杯？你是不是常常因为头痛、关节痛，
就自己去药局买止痛药来吃。或者你是不是每天工作太忙，连喝杯水的时间都没有？这些我们看似不经意的小动作，就像一把把孝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词，向我们脆弱的肾脏。高盐分会加重肾脏过路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高糖粉会损害肾脏的微血管，而市面上很多非类固醇小验质痛药 NSAIDs 更是被医生警告为肾脏杀手，长期滥用会直接导致肾功能衰退。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感到有些后怕和无力？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肾脏一天天坏下去吗？不，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总会为我们准备好解放。科学研究已经发现，有几种看似普通的水果，它们体内蕴含的强大力量，恰好就是这些上升元凶的可行。接下来，我们就来注意介绍这3位守护我们肾脏的超级奇病。但在这里，我必须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宣告。请注意，今天我们分享的所有方法，主要是针对于防以及辅助改善早期肾脏健康。如果你已经被医生诊断出患有中毒至重度肾脏疾病，或者正在接受治疗，请务必将这些内容告知您的主治医师，并且在他的专业指导下进行任何的饮食调整。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牢记。肾脏的黄金3剑客，大自然恩赐的排道奇迹。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护神奇病，就是这种颜色鲜红、味道酸甜的小果子蔓越莓。在台湾，我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小红莓。你可能在一些锅汁或果干中见过它，但你绝对想不到，它对我们整个泌尿系统，包括肾脏的保护力有多么惊人。可以说，它是我们抵御肾脏疾病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肾脏问题最初的根源都来自于尿滤感染。细菌，特别是大肠杆菌，会从尿道逆行而上，感染膀胱。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它们就会继续往上跑到肾脏，引发急性肾盂肾炎。反复的感染就会对肾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而蔓越莓就是这些坏细菌的天地。它的秘密武器是一种叫做 A 型原花青素，简称 PACES 的神奇物质。2021年，国际顶尖的泌尿学杂志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证实了蔓越莓的原花青素是透过3种机制来保护我们的。它能反抵吸引力，它会让我们的尿路内壁变得非常光滑，就像给墙壁上了一层不粘锅的涂层。这样一来，那些想要附着在上面的细菌就失去了立足点，只能乖乖的随着尿液被冲走。它能改变细菌的外形。研究发现，原花青素能破坏细菌表面的菌猫，这就像是这断了它们的手和脚，让它们根本无法抓住我们的细胞。它能创造一个不友善的环境，蔓越莓可以温和地酸化我们的尿液。这种微酸性的环境是大多数致病细菌非常讨厌的，能有效抑制它们的生长和繁殖。这种持续性的保护，在某些情况下，效果甚至
比一些预防性抗生素含要好，而且完全没有抗药性的问题。除了预防感染，满月莓还是肾结石的强大对手，特别是最常见的草蒜该结石。它同样是透过蒜滑鸟叶来阻止糙蒜和钙这两种物质在鸟叶中结合沉淀，形成结晶。有研究显示，对于有解释病逝的人来说，持续饮用春的满月美汁，可以将解释的复发滤镜人的降低。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享用这位清道夫呢？最推荐的方式是饮用阿百함的纯蔓原美汁，不加糖的那种。你可能会觉得非常酸，可以稍微兑一点水稀释，每天喝1小杯，大约250毫升，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效果。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无糖的满月莓干锅，每天吃1小巴，大概2趟吃得了，可以加在沙拉、燕麦或者原味有个里面一起吃。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买那些加了大量糖分的满月。美国之饮料、火锅酱，因为过多的糖分，反而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得不偿失。更有趣的是，一项针对需要跨时区工作的航空业人员的研究发现，由于他们的生理时钟经常被打乱，身体容易出现炎症反应，肾损伤的风险也更高。而每天补充5毫克的满月美元花青素，就能让他们的肾损伤标志物 HSCRP 显着降低30%。这说明对于我们这些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现代人来说，满月莓的保护作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巨大。你是不是也没想到，一颗小小的满月莓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学问？介绍完第一位气饼，接下来我们邀请出第二位护身威士，他在夏天是大家的最爱，请2节课，它就是西瓜。很多人以为西瓜的好处就只是水躲解渴，错了。这个观念需要彻底更新。西瓜其实是我们身体里一部最搞笑的天然排毒，集合血管清、刀腹。西瓜超过 98% 的成分都是水，这使它成为一种极佳的天然利尿剂。吃西瓜可以帮助我们产生更多的尿液，这就像是给我们的肾脏和泌尿系统来了一次大冲洗，能有效的将体内代谢产生的废物、毒素，甚至是微小的解释净体，都给冲刷出去，大大减轻了肾脏的解毒负担。但这还不是西瓜最厉害的地方，它真正的王牌是一种叫做瓜氨酸的特殊氨，计算。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在西瓜里的含量特别丰富。我们的身体会把吃进去的瓜氨酸转化成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精氨酸。而精氨酸是制造一氧化氮的关键原了。一氧化氮是什么？它是我们血管的天然扩张剂，它能让我们的血管比放松、舒张，增加血管的弹性。这对于肾脏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肾脏内部布满了千万条微小的血管，血也就是透过这些血管来完成过滤的。如果血管通畅，血流量充足，肾脏就能获得足够的氧气和养分，工作效率自然就高。反之，如果血管硬化、狭窄，
肾脏就会缺血缺氧，功能就会慢慢衰退。权威的心脏代谢医学杂志刊登的资料指出，补充瓜尔酸后，我们血管的扩张能力可以有效提升高达30%。这就像是你家用了几十年的老旧水管，换成了一条全新的、口径更大的弹性水管，水流自然就顺畅无比了。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高血压或者高尿酸问题的朋友来说，西瓜更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对于高尿酸人群，这里含维拉扣一个很少人知道的秘诀：把西瓜放在冰箱里冷藏一段时间再吃，效果会更好。有研究发现，冷藏可以提升西瓜中某些酶的活性，将它分解鸟酸前体物质嘌呤的效率，额外增加40%。如果你在吃西瓜的时候，再搭配及跟富含芹菜素的青菜精一起吃，芹菜的利尿效果和西瓜相辅相成，排出尿酸的功效会更上一层楼。当然，一定会有朋友担心，我听说肾不好的人不能吃西瓜，因为西瓜的钾含量很高，是真的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但需要澄清的误区。确实，对于已经进入中晚期肾衰竭、出现高血钾症的患者来说，必须严格限制钾的摄入。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肾功能正常，或者只是早期损伤、血钾水平还稳定的人来说，西瓜是相对安全的。我们来看资料，每100颗的西瓜钾含量大约是11.1毫克党量，而我们常吃的香蕉，同样重量的钾含量高达40毫克党量，是西瓜的好几倍。所以，只要你没有被医生明确告知需要严格限钾，适量的享用西瓜是完全有益的。最后，再分享一个进阶的知识：下次你吃西瓜的时候，千万别把西瓜子都吐掉了，把它们收集起来，洗干净，用烤箱在170度的温度下烘烤15分钟，就成了非常香脆健康的零食。烤过的西瓜子，每100颗里还保留了超过3克的精氨酸，这对于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功能非常有帮助。好了，前面2位呼声大将，蔓越莓负责抗菌防守，西瓜负责排毒疏通。现在我们要清楚第3位，也是最关键的一位，他扮演的角色是 R 解释的中基溶解大师，他就是柠檬。柠檬的呼声能力强大到超乎你的想象，它的核心武器叫做柠檬酸。肾结石，特别是草酸钙结石是怎么形成的？简单来说，就是尿液中的钙离子和草酸钙离子太多了，浓度太高，它们俩一解面酒，手拉手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不溶解的草酸钙结晶。日积月累，就从小沙粒变成了小石头，而柠檬酸就是来拆散者对坏大当的。柠檬酸进入我们的身体后，会变成柠檬酸盐。这个柠檬酸盐就像一块强力的磁铁，它会由咸去跟尿液中的钙离子结合，把它牢牢地吸着。钙离子被柠檬酸盐钳制住了，就没机会去找草酸根扰。这样一来，就从源头上阻止了草酸钙结石的形成。有研究资料表明，每天坚持喝柠檬水，可以将尿液中草酸钙的饱和都有效降低，
高达10次。更神奇的是，柠檬算不尽能预放新的解释。对于已经形成的小介石，它还能起到一定的中和与溶接作用。它能辅助在解释的表面组织介质继续长大，并让解释的表面变得更广滑，更容易随着尿液排出体外。一项临床观察甚至发现，在进行体外冲击波随时手术前的15分钟，让患者先喝一杯柠檬汁，手术后解释的清楚度竟然可以提升 9%， 这说明柠檬酸确实能让结石变得更脆弱，更容易被击碎和排出。对于那些有神界、十家族式或者基因检测发现自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携带 FLCN 基因突变的朋友来说，柠檬简直就是你们的救命稻草。科学家发现，柠檬皮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物质，对于有这种基因倾向的人，可以额外减少3%的解释，形成疯点。所以，怎么吃柠檬最好呢？不是让你去啃柠檬皮，这里有个小妙招，把柠檬彻底洗干净后切片，然后连皮一起冷冻起来。需要的时候拿1-2片出来，用破笔记搭成粉末，或者直接丢进温水里泡。这样呢，不仅能获得柠檬直立的柠檬酸，还能得到柠檬皮粒的宝贵黄酮。每天用5克左右的冬干柠檬皮粉混在你的优格或者开水里，就是非常好的预防方案。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每天喝一杯温的柠檬水，切1-2片新鲜柠檬，泡在1大壶水里，大约1600毫升，一整天慢慢喝完。记着水温不要太高，否则会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也不要加糖，原味的效果最好。你也可以在做菜拌沙拉的时候，挤一些新鲜的柠檬汁来代替盐和酱油，既能提味又非常健康。现在你知道了，满月莓、西瓜、柠檬这3种水果，分别从抗菌、排毒、溶释3个不同的维度，为我们的肾脏筑起了那道坚固的健康防线。肾脏的金重者，6大生活支柱全面守护。朋友们，从沉默的危机到3种神奇的水果，再到生活的6大支柱，我们今天的旅程即讲到大重点。但请记住，保护肾脏是一项系统工程，但靠吃几种水果是远远不够的。它们是强大的助攻，但真正的助力还是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下面我将用最快的速度为你总结一套完整的肾脏金钟巢防护体系，请你一定要记下来。只会饮水，每天要喝足8到10杯白开水，不要等到口渴了的哈才喝，要像浇花一样少量多次地喝。最重要的是，立刻戒掉所有含糖饮料，控盐控糖。这就是种种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的钠摄入量不要超过2杯300毫克，大概就是1茶匙的盐。如果你有高血压，那就要更严格，控制在1500毫克以下。同时，要警惕那些隐藏在高糖粉食物里的健康杀手——优质蛋白。蛋白质是必须的，但过量会增加肾脏负担。选择鱼肉、鸡胸肉、鸡蛋、豆腐这类优质蛋白，红肉要适量。
规律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快走、游泳、骑脚踏车、瑜伽。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对肾脏也是极好的保养。谨慎用药，千万不要自己乱吃止痛药，来路不明的草药或偏方。任何药物都必须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服用，充足睡眠，保证每晚7到9个小时的高品质睡眠，让你的肾脏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修复和再生。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定期检查。无论你感觉自己多健康，都请你在每年的健康检查中加上肾功能这一项，特别是估算肾小球路果路 eGFR 这个指标，它是评估更修你肾脏功能的黄金标准，指有早发现才能早干预，才能真正将生病的威胁扼杀在摇篮里。我们学习了如何巧妙运用蔓越莓、西瓜、柠檬这3种天然食物，来作为我们保护肾脏的得力助手。再次提醒，这些方法是宝贵的预防和辅助手段，绝对不能替代正规的医学治疗。请记住，保护肾脏，任何时候开始都永远不嫌晚。从今天起，就从喝1杯无糖的满月莓汁，吃1片清甜的西瓜，或者泡1杯温暖的柠檬水开始吧，将这些自然的恩赐融入到我们刚刚学到的健康生活方式中，一步一步为你的肾脏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金钟罩。健康的药池就握在你自己手中。现在就请你把这个重要的影片分享给你所有你关心的家人和朋友，因为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健康早已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庭幸福的基石。你一个简单的转发动作，可能就组织了一个家庭未来因为疾病而陷入困顿的悲剧。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体内这个沉默丹无比伟大的器官，去拥抱一个真正健康、长寿、充满活力的美好人生。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